台北市伫去年的时阵有超过5000件脚踏车的交通事故，其中这上侪就是违规徛伫人行道甲过路线的顶悬。有民众就反映讲，这就是因为徛伫路面颠倒危险，所以毋才会徛起哩到人行道。台北市是表示讲，这目前脚踏车道会当画拢总画啊，所以目前会阁继续想办法来增加。车顶道机车直直徛一台脚踏车向正面侧，弄到后边起诉。用牵的，人行道请用牵的。有真侪学生骑U bike徛起人行道，马上被阻止。脚踏车违规罪，敢若是双北市脚踏车事故，去年超过5000件，比去年较侪。今年又造成800人伤亡。我们在处理的过程中，民众往往都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，才会惊觉自己可能会有违规行驶人行道、斑马线或是穿越道路等肇事责任。路红顶徛电倒向，徛伫顶下骹人行道，甚至徛起斑马线，拢是警方常常看到的违规行为。毋过要安怎行才是合法的？除非人行道有规划专用道，或者是有告示牌啊，开放人车用道，啊若无爱徛外侧车道、斑马线，可能用脚的免徛，或者是两段倒发。违规若轻的是宽道，严重应依法开罚相关惩治。是那种要带转的机车，那我可能要直行了，他们就直接这样右转，从我前面 A 过去，然后我也会担心说汽车会不会有死角，没看到我，或者是大货车，我都不敢骑在大货车后面。我大概都是骑楼啦，嘿。可是那你知道说这个到底有没有违法？我不知道若毋对，可能对法规无解熟。有民众表示，有照规定骑车，啊毋过骑伫车道，汽车来来去去，对安全有顾虑。第一个是希望说慢车道可以有合理的划设，那第二个也是希望说我们的单车道的整体的比例可以再上升。监光道路空间有限的情况下，我能够做人车共道的，我大概都做，不可能贸然去增加它作为人车共道，因为这样子确实会压缩行人的行走的空间。脚踏车徛车道甲汽车前道，台北市交工处承认，即卖情形确实有拄着，啊毋过营设的专用道拢营设啦，即卖袂阁增加，今年等甲有人行道拓宽过来评估增加的可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